日本纾困开始申请啊，不过有人反映讲，有真侪人因为有投保伫职业工会，互劳保局自动来做劳工。劳工要来申请文化部的纾困，却是互人退惊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解决。计程车行业都可以补到3万块，你说那些餐饮业他还可以做外卖，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有收入的来源。每当演出无收入，基本工作者剧团演员等咧过寒冬。虽然政府才公布基本纾困补助，不过有人向文化部请纾困，说防退惊。大部分90%，阮的劳健保拢投伫对，拢投伫工会较济，拢投伫工会较济，拢在工会，所以被认定什么？被认定是劳工啊，启明雄家阿姨啊，你要叫伊做身负动作，真的非常困难。因为即摆劳工个人纾困有1万到3万，爱照资格来审查。基本纾困是直接发3万，若是已经投入创造的经费，上悬通申请6万，补贴较济。但是劳动部伫进前发放予自营工作者补助时，就先用系统比对全台各职业工会，筛选出180个人符合资格，其中包括伫工会基本人数。不过因根本也未申请劳工纾困，嘛无领到补助，即马刷卡伫遮。我们的数量很大，因为有185万。那另外其次就是说，我们有一少部分，比如说跟文化部、跟公路总局、跟那个观光局等等有一些重叠的部分，可能是作业面的这个部分不应该再由当事人在各个机关去跑。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。对基本工作者的定情，文化部甲劳保局表示，若因有身份封锁掉的部分，会当各向承办单位来申请审查，只要电话就会当完成，嘛会赶紧下单位来协调，解决天数上的问题。记者陈阿文调随采访报道。